真正咱国内MeToo的事件小连续爆出来了后，劳动部宣布要建立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库，找公正第三方的专家来协助公司或者是地方政府调查工课场性骚扰的事件。有民间团体认为讲，建立专业人才库是真好，不过后续相关的部分嘛要随时检讨甲调整，有审核的机制，才会当符合第一线实际需求。 今年过来，MeToo 事件一拖上到演艺界甲各类工作场所引起真大风波。劳动部宣布建立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库，培训对象除了是专业的人才，也必须爱有工作场所性骚扰法规的知能，具备调查技术，加撰写调查报告这能力。应该是要政府纳入第三方调查比较好，公平性啊。 我就觉得政府可以多多帮助那些可能好不容易愿意把心理阴影说出来的人。 继续推动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这份人才库名单未来提供予各县市政府、事业单位调查工作场所性骚扰申诉案来使用。有结果，明年3月进行第一阶段，会达到300人，后续会个慢慢增加，同时要有这态度的机制。所谓的性骚扰或性侵害的事件查证属实，那或者是说他有每5年的话没有在做一些相关的教育课程的抽训或者讲课的这种情况，他会有把它取消可以参与的资格。民团认为建立人才库是有必要的，不过也建议一旦培训人才了后，应该要有随时调整的做法甲检核，予人才符合企业界需求。 怎样才叫做是人才？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那当然已经确定说纳入之后，那会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机制去确认这个人才的确是我们期待的未来可以足以担任调查的人才。基金会建议未来在调查时，要特别强调专业的伦理，避免造成受害者第2摆伤害，也有做好相关资讯的保护。另外，调查报告也建议有一份撰写的指引，让调查人才才有所参考。记者综合报道。